紧随其后，跟着他出了地库。经过一处偏僻路段时，仁爱输入号码，拨通了电话。 여보세요. 박은호 씨? 뭔데요? 당신 그저께 박은호라는 학생들을 봤지? 걔 지금 없어. 돈 준비됐고? 무슨 돈? 잠깐. 근데 당신은 누구세요? 이거는 어떻게 하셨을까? 그딴 거 알 필요 없고 내 동생 지금 어딨냐고! 아, 동생. 그 모자란 년 언니가 당신이야? 对方不仅不愿吐露妹妹的下落，甚至还将她嘲讽了一顿。心情本就极差的仁爱当场被激怒，一脚油门撞上去将她逼停，然后用电击器让她倒头就睡。当她苏醒时，脖子上已经被套上了一根红绳。仁爱坐在后排，死死勒住她，用脚顶住靠背。这个姿势既能牢牢抓住红绳，勒住她的脖子，也能让自己处在一个安全距离。即使对方拼命向后抓，也根本够不着她的身体。 好不容易撬开他的铁嘴，但依然没有得到妹妹的具体下落。因为妹妹被他带走以后，便以1000万韩元的价格卖到了灯红酒绿之地。得知这个噩耗，一股不祥的预感席卷他全身。妹妹还不到18岁，正是花一样的年龄，找了这么久还是没有找到。仁爱的情绪本就愈发急躁，现在得知妹妹被贱卖，情绪更是到了失控的边缘。他急切地来到灯红酒绿之地，想赶在妹妹失身之前将她救出。 可她一个柔弱女子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在老板的眼中，不过又是一个赚钱的摇钱树罢了。见他目光灼灼，一脸邪笑，仁爱握紧了手中的刀，好言好语问不出妹妹的下落，那就只有先将对方打趴下。老板上一秒还在说话，下一秒直接扑向仁爱，抓住他拿刀的手，来回在墙上撞击。单凭身体力量，仁爱完全处于下风。但作为一个女性，她天生知道男人的弱点。只见她猛地用膝盖猛地顶向对方裆部，这一下，即便是武松来了，也得跪在地上哀嚎。仁爱趁机一个翻滚，两条大腿如同巨蟒一般缠住对方，动弹不得，呼吸也变得十分困难，遭受到死亡威胁。老板终于服软，可事情并没有随着他的服软而结束，反而变得更加复杂。因为妹妹被卖到这里之后，老板就对她产生了贪婪，以培训员工为由占她的便宜。好在妹妹没有屈服，而且一口咬了下去，直接把老板咬出了血。对于这种能下得去口的女人，老板万万不敢让她接客，这要是把客人给咬了，会给她带来无尽的麻烦。所以老板选择了放弃，让她打电话叫人送钱来赎人。她打电话给姐姐，但是姐姐没有接，于是她把电话打给了最熟悉的超市。仁爱根据电话号码很快找到了这家超市，他急切地表明身份，然后询问妹妹在哪。结果万万没有想到，妹妹的下落没有得到，反倒得知妹妹早在几年前就被开超市的老头玷污。老头见她是恩惠的姐姐，